台铁的花莲车头今仔早起有一位吊车员去互载货火车撞到，送去病院嘛救无回来。台铁正咧调查事故的原因。若台铁产业工会是呼吁台铁爱加强专业教育训练，取消哪做哪学的制度，较袂发生危险。警方伫铁轨路四界采证，也追查列车驶过路线，地面漂自家人员徛位顶。台铁花莲站早起10点外传出公安的事故，一个36岁姓颜的吊车工伫花莲站下了厂区执行吊车勤务，互一台货物列车弄到，正手骨头断去。救护车赶紧驶来，将伤者送医抢救。不过，其实伫送病院时，伤者已经无喘气心跳了。执行吊车作业勤务。 不慎遭7405次货物列车撞击，经紧急送往医院抢救，于11时宣告不治身亡。台铁三讲讲，吊车人员主要工作是甲车厢重新变组，需要伫车厢中间吊接，加像伫大客车边仔工作，风险真悬。台铁讲后续协助陪同家属处理后事甲护士事宜，也强调现场工作的标准流程拢有符合这个规定。 由吊车员师，然后我们的还有吊车工、转侧工进行所谓的吊车作业，3个人一组，他们会在轨道现场作业 ，SOP 是符合规定。那详细的事发原因，我们由运安处还有我们总公司调查。 看一下近年来台铁公安的事故，2001年一个潮州基地一个吊车员进行车厢经外吊车作业，不幸碰夹到死亡。今年2月海端站是发生作业人员和维修车弄到，造成2人死亡，1人受伤。三港认为这吊车人员拢是到当地车站服务，才开始训练相关的勤务，怀疑恐惊是专业教育训练不足。唯有让他们有专业的训练。 去让师徒制成为一个辅助的角色，师徒制一定有它的重要性，但是它并不应该成为台铁目前主流的培训机制，因为大家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教。今年4月底，交通部长陈世凯就捌讲到，当时将近5个月发生7件吊车甲7件司机员停车不当事故，主要原因拢是因为作业疏失，会强化教育训练。全国发生吊车员死亡事故，三港要求台铁甲交通部爱赶紧有统一而且集中的训练机制，才法度降低作业人员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